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对咱今日开始，咱2礼拜的中间，咱拢要来看《路得记》这本册。无事毋茫讲，咱会当事先来读。咱今日等于了，咱今日先读第1章。咱等于了会当对第2章、第3章、第4章来看互结束。这是记载一个真水的故事。你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即时静静要听候你对阮讲话。阮恳求你，会通帮助阮透过圣经中间的路得记来学习听的功课。恳求主，你开阮的目睭，就是阮信心的目睭，互阮会当看见到你要对阮所讲的话，也赏赐阮丰盛的听心，互阮会当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荣光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来看《路得记》这本册，今日咱所读的第1章第1节，就对咱讲，今日咱所看到《路得记》的这段故事是发生在士师的时代。咱顶回已经有讲过，士师的时代是以色列历史中间一段真混乱的。这个时期，咱若看《士师记》的最后1章的最后1节，安尼记载讲，迄个时期，以色列也无君王，人人趁家己的意思行事。就讲每一个人拢照家己的意思去做判断，去做代志。所以咱会当知影着讲，迄是一个真混乱的时代，真放纵的时代，每一个人拢照家己的意思来做。咱嘛会当想象，伫即款的时代中间。的确会发生真侪无公平、无公义的代志，真侪弱势者伫即款的时代被忽略、被牺牲。路得记所记载故事，就是发生伫即个混乱的时代。但总是路得记是咧记载一个伫即款混乱的时代，真侪弱势去用忽略的时代，一个真水的听的故事。所以咱特别用2个礼拜时间。来学习真爱的功课，真的听的功课，咱会当透过这个故事来学习，咱要安怎伫教会生活中间，甲别人分享真的听。路得记的故事是记载一个家族的故事，这家族的族长叫做以利比勒，伊原本底是住伫犹大的伯利恒。因为当地发生了饥荒，所以伊不得不带伊的某甲2个囝，离开伊的故乡，到外国，即外邦人的所在，叫做摩押国这个所在去生活。这种情形其实伫每一个时代拢真普遍。那家己的故乡较歹讨趁，就不得不离开家己的故乡去外面趁食。所以因一家。就迁徙到摩押国去。摩押这个国家，大约是伫约旦河东，甲阿伦河以南的一个所在，离犹大国大概80公里。摩押这个民族，你若去看创世记19章的记载，伊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外甥，路得，甲伊的查某囝乱伦所生落来的囡仔的后裔。所以，伫以色列人的眼中，这个族群是真无圣洁的。所以，伫律法中间禁止这款的人，这个国家的人进入上帝的圣所参加聚会。根据这段经文的记载，以利比勒原本的想法是：咱规家迁徙到摩押的所在，是暂时要住伫遐，可能过一站了。等饥荒过去，伊等于家己的故乡，但是无想到讲，伊去到迄个所在煞无偌久了，伊就过身去，客死他乡。所以留落伊的某拿俄米，只好继续住踮伫摩押地的所在。伊甲伊2个囝马伦甲基连，就伫遐定居。马伦甲基连也带当地的女子。俄尼巴甲路得，一家人就伫摩押地
开始徛起，无想到世事多变。大约过了10冬了后，伊2个囝嘛死去，只留了一家2代3个寡妇。咱看到这个家族吼，的情形实在是感觉真艰苦吼，感受到人世上的无常。原本的吼，伊离美丽，伊是仰望会当去到这个摩阿地这个所在，互伊的家属会当延续落去。结果命运的创治，互伊家破人亡。伫乱世中间吼，咱知影人的生存实在是无保障，实在是真可怜嘛，真无奈。咱所以讲，一家2代3个寡妇，因面对着人生这款的打击，因开始去敲找安怎行出一条生路。咱继续来看，当面对这款的状况，拿俄米带因2个新妇，只好四界去敲找家己的出路。叫圣经同咱讲吼，讲这个时阵上帝替因开路了吼，因为这个时阵伊听到故乡传过来的消息，就是上帝顾守伊的百姓，互伊的故乡吼得到丰收啦，有好的收成。听到这个消息了后，伊就决定讲，安尼我要带我2个新妇吼，做伙回去故乡。因为咱俗语讲吼，人不亲土亲啊，吼，等于家己故乡，阁有家己的亲族、的亲人会当互相照顾，所以伊就做这个决定，要带2个新妇回去。但是因一边行一边行吼，拿俄米吼可能一边行着一边咧想讲。回去了后会拄到的情形，所以伊行到一半吼，伊突然间改变伊的心意，伊就对伊2个新妇讲吼，讲你也是吼，各自回去家己的后头厝吼。伊请伊的新妇做查某囝，表示讲伊是会足疼伊2个新妇啦吼。讲你也是回去啦，吼。伊的理由吼，咱今日听起来真奇怪吼。伊讲一段话。咱可能无法度马上理解。伊讲安尼，伊讲查某囝吼，你遐是回去啊？为什么要对我走呢？我敢会当阁生囝来做恁的丈夫嘛？吼，咱若继续看，伊讲我已经上老啊，无可能阁再结婚。减算讲我有一淡薄愿望，会当伫今晚结婚，而且生囝，你敢愿意听候伊大汉？吼，你敢可能听候因无去嫁别人？咱今日听来讲，这段话实在足奇怪，为什么伊突然间对伊的新妇讲这款的话？伫遮咱来做一个解说吼，就是以色列人有一个真特别的背景，就是伫摩西律法中间吼，有一条是为着特别要照顾失去丈夫的寡妇吼，这条律法叫做利未拉特婚姻的律法。咱来掀开咱的圣经吼，伫申命记25章第5节开始吼，记载这条律法。申命记25章的第5节到第10节吼。这条律法吼是路德记真要紧的吼。咱后礼拜看，有咱继续看这条律法所记载的代志吼。这条律法是安尼记载吼，讲如果有兄弟2个人踮住做伙，其中有一个人先死，但是这个人死去，这个人伊无留落囝儿吼。伊的某吼袂当甲外族个人结婚吼，死去的兄弟吼，死去的人的兄弟爱尽兄弟的义务吼，去娶这个人的某吼，然后因2个人生落来大囝爱继承伊的家业吼，就是接续死去的兄弟的名分。然后这条律法吼，佫有安尼记载讲，如果死去的兄弟死者的兄弟啦吼，毋肯娶伊的大嫂还是弟妇吼，因着爱去一个所在，去城门口找迄个城的长老，来讲这个人无要尽兄弟的义务吼，无要娶我做某，替伊的大兄生囝吼，来继承这个产业吼。这个长老就爱调见这个人的兄弟吼，来甲伊参详。如果迄个人若坚持无要娶伊吼，伊就爱伫长老面前吼，行去头前，把迄个人
迄个无要真义务的迄个人的鞋啊脱起来，然后配水烂伫伊面顶面，好，然后讲无要替兄弟吼真义务的人爱受即款的侮辱，然后以色列人的家中间吼，拢爱称即个家叫做被烫的家啦吼，这就是因即个利未拉特的婚姻律法。所以咱看见着拿俄米对伊的新妇讲，伊无法度阁生囝来做因的丈夫，就是即个理由啦吼。啊，咱今仔日看即个律法吼，咱会感觉真奇怪，甲咱的普通时咱的情形无啥相共。但是即条律法吼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的意思就是会当去照顾即个寡妇啦，吼，因为迄个时阵吼，若一个妇人人失去丈夫，啊，佫无囝来照顾吼，这人真可怜吼。若毋是做乞食，就有可能去做妓女。所以即款的人，这家庭、这家族爱来照顾，所以开定即款的律法。啊，第二项就是保障这人的产业吼。当这人死去无囝来继承的时阵，都要伊的兄弟来替伊生一个大囝吼，啊来继承伊的家业，或这个家族会当，这个支族会当延续落去。所以有这两层的意义啊，所以咱看到今仔日拿俄米伊拄到的情形，就是因为这两个新妇拢还真少年。如果若甲伊做伙转去，根据以色列人的律法吼，只有亲族的人才会当娶伊。但是咱爱想看迄个情形，就是因两个人拢是摩押人。我拄则有讲过迄个背景，摩押人伫以色列人的眼中是看做无圣洁的，所以伊真有可能伊带即两个人转去了，带两个新妇转去了，亲族的人拢无愿意负责任，所以因无法度生活嘛。所以拿俄米只好苦劝因转去家己的后头厝，家己去追求家己的幸福。所以咱爱了解即个背景。最后，因两个新妇吼，即个俄尼巴最后决定接受伊大家的苦劝，要离开。但是其中这细汉的新妇罗德吼，也是毋甘离开啦吼。因为伊有看见到吼，拿俄米家这样转去吼，真辛苦吼，啊，所以伊就坚持无要转去，啊，无要转去家己的后头厝，要对拿俄米转去吼。其实咱拄则听到咱的师父咧读迄段经文吼，咱真听到是真感动啊吼，迄是一个真深的誓约吼，咱等下来做说明。所以拿俄米看见罗德遮尔坚持吼。啊，都无搁再苦劝伊，就带伊做伙转去故乡，开始展开新的生活。啊，这是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咱这礼拜先要看到这，安尼后礼拜会继续看落去。啊，其实这段经文就当互咱学习关系真的疼啊，真济的信息。首先第一项，牧师要甲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咱来知影吼。伫即个苦难的社会中间、世界中间，真的疼会当帮助咱超越过困苦甲患难。虽然即个故事咱还未看到结尾，但是咱来明白，当拿俄米因即对大家新妇因面对这个困难，面对这么大的苦难，帮助因度过，就是疼，就是疼。这包含因彼此中间的疼，包含因亲族中间的疼，还有来自上帝的疼。所以你若看整个故事，你会当了解讲，伫一个混乱的社会，人面对真大的困苦的时阵，帮助因会当超越这个困苦，就是真的疼。就是伫这个无边的苦海中间，互人会当得到救赎的。互人会当翻转因的生命，翻转因的命运的，就是人甲人中间迄款真实的疼。现在兄弟姊妹如果这世间失去疼，人就袂当活了完全。但是当咱拥有疼的时阵，检采面对更较大的苦难，咱拢会当超越。所以咱来感谢主啊！
上帝互咱有教会的生活，互咱伫教会中间检测咱人生会拄着真侪困难，但是咱教会中间咱学习去互相用上帝互咱来听，去彼此款待，互咱超越过人生中间的即个苦难。大家拢知影牧师的成长的过程嘛，吼。我教会就无老爸，我下面有2个小妹，我妈妈35岁就走赶，养起3个囡仔，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除了亲族中间对阮的帮衬以外，其实有一个真要紧的关键，就是我的阿舅甲阿金介绍阮认捌上帝来到教会。伫教会中间，阮得到真侪来自教会中间兄弟姊妹的听，所以这是上帝互咱伫即个苦难的世界中间一个足大的祝福，就是互咱有教会生活。因为伫教会生活中间，彼此分享的听，互咱能超越即款的困境。伫人生咱有真侪苦难，但总是真的听帮助咱超越过即个困境。伫前2礼拜。牧师甲咱的长执有去有出外做一个演习，我有去参观2间教会甲2个机构，其中有一个机构是咱道中即个负责人叫做马希洛女士所设立的，叫做希洛保育院，这是伫梨林的所在。即个马希洛女士伊是1914年出世伫美国，伊23岁结婚，伊原本都有一个真幸福的家庭，但是23岁结婚了，伊37岁伊的先生所过身，伫35岁时伊的老爸过身，37岁时伊的先生过身，所以就开始走寡，伊伫教会中间，伊伫伊的教会中间担任即个干事的职务。伫1958年，伊44岁的时阵，有一天暗时，有一位来自台湾南投的医生兼牧师，来到伊的教会参加祈祷会。伊就是贾伟牧师。贾伟牧师伫这祈祷会中间分享伊的异象。伊讲伊打算伫台湾的南投埔里的所在，来起造一间咧医治即个血肉病就是即个肺结核的疗养院，因为当时阵伫台湾有真侪即款的病人，伊来到美国是想要了解即个肺结核的处理的问题，而且望讲设立即个机构来照顾送养人，互因会当得到免费的医疗。伊伫即个教会担任干事所以现场伊有听到贾伟牧师的分享，伊真感动，迄暗伊就献美金325块。后来，贾伟牧师回来到台湾了，继续写批来报告伊伫台湾的这个情形。伊看到这个批伊就做一个心中有一个挣扎而且伫祈祷中间，伊煞毋知影要安怎做伊就去问伊教会牧师讲，伊有2个做法，一个做法就是讲，伊去台湾来看。即个台湾的情形，看敢会当投入因为伊伫7岁的时阵捌听过一个宣教师的演讲。伊7岁的时阵，伊就决定讲，我将来要亲像即个宣教师同款，出国去做服务的工作。这是第一个选择。另外一个选择讲，伊莫去，将这个旅费来省落来将这个旅费寄去台湾，互贾伟牧师帮助因去做这个疗养院。叫伊就无法度家己无法度做决定，就去问牧师伊问2个牧师，所得到的答案拢是相共讲，你去台湾看因实际的工作情形，较做决定所以1959年，伊45岁迄一当，伊就家己一个人来到台湾。伊先伫埔里内底埔里遐工作伫遐伊感受到上帝的呼召，所以无偌久，伊转去美国了，伊就变卖伊一切。的财产来到台湾开始服侍，后去伊甲贾伟牧师的医疗团做伙服侍。后来伊到梨林的所在，看去梨林地区有真侪需要帮衬
得到小儿麻痹的囡仔。迄时阵，咱台湾有一段时间是小儿麻痹是真严重。伊讲伊第一遍开这个门诊医生开这个门诊，都200外个囡仔来挂号。当时得到这个病症的家庭实在是真可怜因为迄阵因为迷信对这个代志、对这个病症无了解，了解讲这个小儿麻痹会传染，所以厝边的囡仔拢毋敢甲即款的囡仔佚佗，有即款囡仔的家庭拢认为讲我这可能是祖先做了歹代志，这是沿海地区的这个迷信。拢毋敢厝边知影讲，我厝里有即款的囡仔，就关伫厝里，互这囡仔伫涂骹爬来爬去。马希罗女士伊看到即款的情形，心中充满了怜悯，伊就决定要服侍这囡仔。伊将这囡仔的好痛当作家己的责任。后来，就伫真侪人的协助下面，伊成立即个喜乐保育院。伊毋是简单照顾这囡仔。伊去训练这囡仔会当自立，伊讲，这记载讲伊将来袂主动去扶这囡仔，拢爱这囡仔家己徛起来，而且训练这囡仔让家己自力更生，家己靠家己的双手来养起家己，而且透过这伊所做的工作，会当服务真侪人。后来咱台湾的小儿麻痹因为有疫苗的关系，所以已经拢无啊。因就开始接纳一寡重度智障的成人、甲老人以及真侪失智的人。所以这个机构一直咧营运中间，带互真侪人祝福。所以亲爱的兄弟，伊是一个寡妇，因为上帝的呼召，甘愿为着别人的需要放弃一切，上帝使用伊来成做真侪人的祝福。今仔日你甲我，咱拢活踮伫即世间，咱常常会当目睭看到真侪苦难伫咱的四周围发生，咱拢会当因为咱做淡薄代志，付出咱的疼，来减轻这个苦难。我相信这是上帝伫咱中间的心意，咱爱做伙来学习。第二项，咱看见着对拿俄米甲伊的新妇路德中间。咱看见着，真诶疼，就是去认同对方，就是会当徛踮伫对方诶立场来想代志。其实现代家庭中间常常发生真侪问题，比如讲夫妻中间有无共款诶价值观诶冲突，爸囝也是讲亲子中间会产生真侪冲突问题，特别是大家新妇诶关系，一直困扰真侪家庭。其实咱常常会到，因为原本的无血缘关系的两个人，因为婚约的缘故，成做一家人。不管到生活做伙，总是因为价值观对生活态度的无同，产生大小的问题。咱大概若拍开电视剧，咱会看出大家新妇的问题拢常常咧演互咱看。现实上咱嘛常常看到。我想，台湾的查甫囡仔大概拢会去问一个问题啦，就是讲，如果你的妈妈甲你的太太若落入水内底，你要先救啥物人？所以大家新妇的关系确实是真困难经营这问题的根源拢是安那？拢是因为疼，不管是无疼，还是疼了无够，还是疼了毋对，所产生的。但是咱今仔日所读的故事，咱看到一个典范，大家新妇中间的疼是彼此回应的。咱伫遮看见着，拿俄米伊会徛踮伫伊两个新妇的立场来想因的未来，两个新妇也用同款的疼来回应伊的大家。因无因为因失去丈夫，就互相欺负，反倒当是用相疼做伙生活。那米请伊的新妇做查某囝，显出伊的疼，伊会替因的未来来想象。伊会想着讲，伊若等于甲伊的故乡，伊两个新妇可能无法度得到帮衬，反倒会受到别人的摆脱。
所以咱伫遮咱看到一个真重要的原则，就是上介简单听的态度，就是徛踮伫对方的立场来想。伫经文中间，咱看见着拿俄米因甲路得因亲密的关系建立，一定是因常常徛踮伫对方的立场来想。因已经比大家新妇即款的关系更较亲密，甚至比老母甲查某囝的关系更较亲密。上界重要就是因会通徛踮伫对方的立场去看问题。拿俄米为着路得的未来来想，咱若继续看落去，咱会发觉讲，伊一直咧替伊安排上介好的归宿。啊，路得也对拿俄米用疼来回报。伊用疼心来款待伊的大家，顺服伊、孝敬伊。伊明白伊的大家除了伊以外，一无所有。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要解决咱的人际关系，上介重要的爱徛踮伫对方的立场去想。伫现实中间咱常常会犯一个真大的错误，就是咱为着要保护家己，咱烦恼讲我若过头徛踮伫对方的立场来想，我会互家己的利益损失，会互家己吃亏。但是咱来理解一点咱俗语咧讲，吃亏就是占便宜啦。咱会当因为咱吃淡薄亏，互家庭和谐，因为咱踮伫家庭中间，咱会当享受迄个家庭的和谐。这是咱占了上介大的便宜，因为咱每一天拢爱生活伫家庭，那这个所在无和谐，咱敢毋是逐工拢生活伫无快乐的中间嘛？有时阵咱为着要赌一口气，惊认输啦，直到咱全部拢输去。所以，请咱一定爱徛踮伫对方的角度来看。咱若做老爸，会当徛踮伫咱的囡仔的角度来看；做囡仔会当徛踮伫老爸的立场来想。我相信这个家庭是充满疼、充满和谐。咱会当安尼来学习。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伫遮看到真的疼是一种永远的约束、永远的契约。咱若看经文中间的14节讲路得毋甘离开，离开的意思就是讲黏条的分袂开啦。咱若看16节安尼讲，请你毋通叫我离开你。这离开是一个当时阵咧定契约的时阵所使用的，意思是讲切断关系啦。所以这句话直接的翻译就是讲，请你毋通互我甲你切断关系啦。17节讲，你死伫倒落，我嘛要死伫遐，葬伫遐。除了死，任何代志拢袂当互咱分离。我若是违背誓言，愿上帝当处罚我。这是一个真严重的咒诅呢。这是一个咒诅的咒诅啦，表示路得的决心。所以，伫遮咱看见着因两个关系是一种契约啊。咱敢会记真牧师特别咧主持婚礼的时阵上介重要的是啥物时刻？誓约对无？牧师拢会问新人这段话请你注意听你若誓约过袂记真佮注意听一遍我拢会讲，上帝互你活踮伫世间。你着常常以温柔端正的行为照顾你的某，也是讲照顾你的丈夫，敬听伊，独独甲伊徛起，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而且尊重伊的家族，做你的家族，忠心尽力做丈夫，也是讲做某的本分。你爱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够愿意安尼做。咱有伫这婚礼中间誓约的，咱拢知影每一个人拢讲我愿意了我主持遐尼济婚礼，无人讲我无愿意啦若讲我无愿意，我就惨大家拢讲我愿意拢用真坚定的态度讲我愿意。但是咱要注意伫即个誓约中间是安那？尊重伊的家族，做你的家族就是讲你今日誓约的对象，毋是对方尔是规个家族
哦，你毋通一工来恁某讲吼，我是当初是甲你誓约，我毋是甲恁老爸誓约的哦。爱记住，这个誓约是两个家族的誓约，表示安怎？婚姻的关系是亲族的合一。咱毋通讲我爱的是你，毋是你的厝内底的人，毋是安尼。如果恁有这款的态度吼，你的婚姻一定会出问题。咱的誓约是规个家族的誓约，是一个永远的约。吼，罗德虽然是甲伊的丈夫誓约，但是伊明白这款约的关系是延续到规个家族。伊将伊甲伊大家的关系用约来表达出来。婚姻毋是两个人的结合，是两个家族的结合。咱一定要有这款的人脉。后礼拜，咱会继续透过《路德记》来学习真爱的功课。咱今日学习3项：一项真爱会当超越过苦难；第二项真爱会当安怎？好，真爱是安怎？好，认同对方，真爱是一个永远的约定。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阮透过路德记来学习真爱的功课。恳求主你赏赐阮对你遐来的疼，因为阮知，阮靠家己的血气，靠阮家己的能力，阮的疼无够，只有靠主耶稣基督为阮所带来的典范，就是迄款牺牲的疼。恳求主你帮助阮，将这款的疼放伫阮的中间。阮透过阮的教会生活，阮的家庭生活来见证你的疼就伫阮的中间。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